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咱即马搁来介绍甲手的动作相关的一个台语字。咱首先要介绍的这字叫做溜，就是扣上扣子。咱比如讲溜衫，就是扣上衣扣；溜啊，就是扣纽扣。咱下面这字读做liú，它是解开线绬或者是布条。咱譬如讲liú-á就是解开毛线团的意思啊。过来下面这里读做滴，或者念成滴，就是要或者是欲的意思。咱比如讲这样物件你要挃无啊，就是这件东西你要吗？啊，过来下面这里读做獐啊，獐。它就是逮到捉到的意思，它是通常用在抓到别人的把柄时咱比如讲伊做歹代誌去予我㨑著就是他做坏事被我逮到。另外它还有将东西捆起来竖起来的意思，咱比如讲规个罡起来才袂亂，就是整个捆起来才不会乱过来下面这里读做抹紧紧抓住头发或者衣物。咱比如讲thâu-tsang就是抓紧头发好，感谢各位。